出聲出聲，做嘢。Defense！ Good D，OK。對啊，雞翼擘大手。Yeah，雞翼移位，雞翼移位。雞翼先。OK，翻去唔緊要。我哋仲緊張過打我輝。已經踩出少少啊！你帶埋爸爸媽媽嚟，你乜嘢？Good D。佢都冇黑眼圈，停超喎。坐低。醫埋，冇俾人標㗎，冇攞，咩事啊？OK。咩位啊？係嘛？偉倫 get the shooter。下面嗰隻，子傑射得。Boss。三廿五嘅。快！換啦。OK， 手上先。着翻件啦。你喺個位度，佢可能左邊。Good D， 推！哎呀，玩手啊！緊要，手波！出聲啦，收啊！你㗎 ，OK。落區 ，OK。Good D。36位快啲啊！咩位？有啊！走好！提出！你後面有個啊！3秒啊！喂！緊要啊，秀華，定翻個位，啱啊，就企度，唔好喐，抵嗰隻，你嗰個收咗。OK， 咩位 ？Yes。好波啦！收啊，放鬆啲，即係對我哋就唔會。
俾咗少少壓力收啊！第人講嘢講嘢，學咁靜嘅。好嘢！係嗰啲。太貓太貓。大小心埋。係啊，即係你係斷咗先玩劍嘅，即係而家你驚咗 OK， 下聲。嗰啲 OK 嘅，會有產冷劍，你係整出嚟。海船5號啊！產冷之後，開波開波，呢件波開波。將咗先至，即係你會轉身，跟住咪動一諗，咁就冇。嗰下你轉身好快，我一行，唔係嗰下個力。走走走走走。Good game。打嚟。算係啩？算係啩？應該。即係純粹學校、學校埋下打家場嘅時候，打家場啫。攞波雞翼，去。識個吉林好耐，好耐，有冇5、6年？唔知。我加入。應該係可以子傑雞翼，子傑雞翼。中3左右已經吉林得。雞翼。好勁，就地4號位，即係產得嘢佢哦，嗰啲好波，慢，推晒，OK，哇，緊要，冇乜大獎，踩住3分線，踩住3分線，係。其實即係你舉手，嗰陣時係 Covid 嘅，舉手因為我哋冇係希回中啊，打天。冇乜點再打。企位，之後企翻位，OK，出得嚟，睇先未？佢3分係叫嗌咗啦。OK， 嗰啲嚟嘅，出啦，舉手 ，OK， 耶，嗰啲，翻嚟，啱啱。玩咩？產能。
哦，慘啦，即係都阿希一拎你對一拎完防身，衝佢嗌啦波，嗰陣時都係落去跑嘅，要衝佢嗌啦波走嚟，佢哋兩個跑，佢哋兩隻乜跑，二嚟即刻衝佢啦，然之後防守咧踩住三分，踩住三分唔要有個人係空咗嘅，即係有時有時呢度你都係直對得搏咯，但係冇跌到咁而家留意咗佢哋，係踩住三分之後一出咗去，一出直擊手太難，分翻俾你。Enjoy！要嗌好多口。係咧，佢每個你咪單字攞成禮拜就。你教你一個啦。阿希要出聲啦！一。要犯規，要犯規。你太大隻啦，冇計啊！成就咁大，即係每一年你突破自己嘅邊界。阿希繼續講一班神。馬力入邊先。我都叫佢哋過嚟睇。喂，係咪？高嚟摸啦，你好唔係啊？集中！㗎啦，係，即係我原先我見你攞住個，你可能入嚟打聲打，呢度之後先再練。出聲啊！出聲啊！下鋪出聲啊！舉手，後腿車位。好波！阿希，落位！揸攞再回，開晒入。個位其實可以話力量，即係我哋啲力量。冇呢啲。佢有呢個咁多分數，但佢唔打幾嘅。佢同禮拜幾年？禮拜二我接跟住，幾次嘅成績？夠啦！慢慢。
冇啦。4分鐘睇一睇。翻嚟啦，緊張冇人做教練啦。開啦！轉身！俾個 program 就俾個 program 教練即係佢係 SAM 哦，有冇料？即係算係一開始都係咯，玩到最尾話先出。嗰陣時已經有啲底嘅，佢最後細節位咯。咁你都唔勁。喂，會啦。即係你去衝。
邊度考先嚟㗎？泳係就路上邊咧，嗰個升自級上必須辦，必須辦。即係考晒咯，考晒。跟住泳池急救、水上急救、之後升即係1個月內嘅，有少少取爆嘅咯。改正，哇！舉手，舉手。咁你用唔好落手。感情嗰係我哋感情停，10秒，10秒，10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你唔打我冇被邀請，自動邀請咯。算啦，開咗2張。睇呢個，打咗咁難嘅搞，我睇好難咯，做唔到係。我相信大家唔想睇我喺3分線度打球，你入到你做咩都得㗎，入到波夠啦，你轉個圈都得㗎，真係好轉。你入到波啦，你都理啊，花式健身，無論點樣，總之你入到得㗎。你唔打？有冇啲乜？我諗佢有啲條。我買減咩啊？1000翻咩個我都要。哦，但係救生員唔係得夏天有翻，我翻私人嗰啲，好唔好玩啊嗰啲？但係嗰啲好悶喎，你係咪冇得睇手機啊？好撚悶喎！你即係坐個爆頭咁樣做咩啊？之前先可以睇手機啊嘛，私人前可以睇咯，你政府前一定唔得㗎，死硬會去睇。私人前未必有人。你想要？轉位啊！好，攻嗰邊啊，應該。Let's go!
執你啲動作。哦，即係都係齋執嘅。
做方，即係齋方嘅。好耐冇打全場。快速嗰啲變向嗰啲就我明咁即係再嚟嗰個阿笨真係高蛋白，盡量高蛋白。都要食下水嘅，即係即係都入為主要專登食邊幾間多唔多？盡量揀啲高錢多。你應該70幾80個包，上機入咯，真係。幾多？你差唔多嗰包。哇！大啲，我係有啲脂肪，重嗰啲肥嗰啲喎。而家我之前睇支13嘅，我覺得睇支而家10。